其實23,000到24,000咧呢個區間咧都行咗好耐㗎啦。咁啊，唯一星期四突破完之後咧，其實又即刻就走翻入去啦。最主要呢一陣升浪咧，都係市場有個樂觀嘅預期啦。咁啊，期望就係兩國嘅領導人中國、美國咁啊，希望就透過電話通話就會可以解決一啲關稅嘅問題啊。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如果你話今日有機會嘅話，就唔好諗太複雜住。咁啊，先睇一睇呢個區間先。咁啊，如果你話穿24,000嘅，我諗其實都係行多200-300點啦。咁但係就暫時嚟睇咧，個機會都唔係好大啦，因為好多嘅股票啦，咁都去到啲最近呢啲我預期嘅目標位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寫食糊先。咁啊，寧願啊等嗰個市明朗化翻先再部署啦。咁啊，但係6月份啦，咁當然就話會唔會試到去25,000點今年嘅高位咧？咁啊就要睇下關稅方面嘅消息，亦都刺激翻個市啦。都留意到啦，特朗普咧有講呢個鮑威爾咧，其實需要盡快減息啊。咁所以咧見到咧嗰個市場咧嘅消息咧面比較多一啲嘅。咁尤其是咧聽日都要留意翻美國出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同埋失業率一啲經濟數據，去斷定美國咧係咪需要去減息㗎。因為而家市場咧普遍預期啊美國減息嘅機會咧最大咧都要去到年尾12月份嘅。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當然都要留意下咧美國一個財政赤字嘅問題啦。咁啊所以咧呢啲都係市場關注嘅3個嘅大焦點啊。咁所以暫時嚟講咧都係走唔穿23,000到24,000呢個區間嘅。咁所以暫時一周嘅區間咧都仲係睇翻呢1000點嘅啫。如果你話下望嘅話咧，咁當然星期一嗰個26,660點呢個咧係可以係一個叫短線比較大啲嘅支持位嚟嘅。